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航空科技大学，甲在地乡亲来宣传爱护环境的重要，共同来守护当地保育类的野生鱼类台湾白鱼。学生啊，穿四卡衫，对社区民众作为整理溪仔水，互真侪粪扫。啊，这是保育二级珍贵保育类野生鱼类台湾白鱼的生态地。那我们之前有发现说，这个周边有一些污染源的状况，然后导致说呢白鱼的生存产生的危机。老师讲，这摆带12学生来到社区服务，除了教学生免怎检测水质，学校嘛捐2台无人机予社区来进行无人机操作教学和太阳能车的组导。笑保透平啦。互迄水质较好咧啦，对于昆南社区的村民，大家拢身体拢较会健康啦。透过这摆活动，希望民众对环境的保护有想法，做为来维护环境、守护新社地区二级保育类的台湾白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